之前经常跟你一起来的那个男孩，他怎么没来呀？他达标了。他要是在啊，你一定能啊一抓必中。为什么呀？他可会着呢。哎，这怎么关键时刻，怎么就不玩了呢？我知道老板，这个机器被你调过，我试了很多次了。我知道，每过14次会出现1次强抓力嘛，对吧？那你还等什么呢？刘烨，哎，乔玲姐，快来快来！又在抓娃啦？我都抓了好几次了，一直都抓不到，你试试。肯定抓不上呗。万一呢？你都没有抓过，你怎么知道抓不上？谁说没有一次抓上？这个小鱼怪，我抓了。你抓，没问题。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